你知道这个加成反应的主要产物是什么吗？关键就是使用马可尼可夫规则，所以答案选这个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首先，根据电负度差，我们可以发现这边会带 partial 负，这边带 partial 正。那关键就是这一个派电子，我们都知道它的电子云是一个大亨堡型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些电子没有在核间轴上，所以引力比较烂，会去浪。所以看到这个氢很正，就会去戳它。那它可以怎么戳？可以这样戳，或者是这样戳，所以会有2种情况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戳完之后的正电有这一种，也有这一种。那哪一个比较稳定？关键就是我们不喜欢正电很集中，所以呢，能够把正电分散的会稳定。那我们又知道烷基是推电子基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推电子推过来，可以把正电抵消掉。所以很明显，我们的上面这个结构正电没那么正，比较稳定。所以上面那个是主要结构，得分。